因为平安，咱顶礼拜落大雪，安尼讲对吧？落大雪，阮教会嘛是，早时的礼拜嘛停啊，今日大家拢都回来，就欢喜的。我要跟大家继续讲这个约瑟的故事。那上一次我们的信息提到如果你要读约瑟的故事，你要读得懂的话呢，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则从第一次到现在，你会要看见上帝在约瑟的生命当中，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则，那个原则也非常可能发生在我们的身上。那个原则是什么？还记得吗？上次讲的是严厉的什么怜悯，还记得吗？ Severe mercy。 那我们通常会觉得怜悯就是不会严厉啊，严厉呢就没有怜悯啊。但是在约瑟的故事里面，我们看见上帝在人的生命当中会做这样的事情。这两件事情看起来是黑白相反的，但它同时发生，同时存在。上帝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会有一些严厉的作为，我们觉得很不容易，我们觉得很痛苦，我们不喜欢，我们想要拒绝，我们要跟上帝说 no no no， 不要让这件事情发生在我身上。但是没办法，它发生在我们的身上，我们觉得很痛苦。但是圣经要我们记得一个原则是，上帝没有放弃我们。上帝没有放弃我们，你也不要放弃上帝，好吗？对，你不要放弃上帝。你会看见经过一段时间这个严厉的过程走过去了以后呢，你会发现哦，原来如此。为什么我遇到这些事情？上帝有一些刚才我们读的圣经回应起应文，对不对？以赛亚书55章，上帝的旨意高过我们的旨意，上帝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。我不知道为什么你要这样做。哦，有一天我明白过来，我知道为什么你要这样做。上帝不是要来惩罚我们，不是要毁灭我们，上帝是要来医治，要来拯救我们。但是上帝为什么走这样一个弯弯的道路呢？我不明白。就像以赛亚刚刚我们所起印的经文，我不知道为什么，因为你比我更高，你看得见，我看不见，你懂，我不懂，那我怎么办呢？我只能够在信心里面来相信，来等候上帝的作为。如果你能够抓住这个原则呢，那你读圣经，包括读整本圣经，你都可以知道为什么这样做。为什么耶稣要来到地上，要被钉在十字架上 ，severe 非常严厉，目的呢是带来拯救，带来医治跟释放。那所以我们可以这样子说呢，上帝的手把我们人类自己带来的罪孽跟混乱，那些 confusion， 那些让我们觉得不能够明白为什么，上帝的手在我们这些罪孽的人生里面，因着我的罪孽，因着别人的罪孽，带给我的混乱，最终上帝要把它导到一个恩典的目标去，对吗？这是一个旧约德国非常有名的神学家旧约学者他讲的话。上帝的手把人一切的罪孽所带来的混乱，最终要导向一个恩典的目标。所以我们会对上帝有点不高兴、不舒服、难过，但是不要放弃，你等着看上帝要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要做什么事情。最后你等到的是恩典，是拯救，是医治。好，如果你可以抓住这个原则呢，你一直读下去，很多圣经你就可以明白为什么。那我们今天读到44章，约瑟的10个哥哥们，他们带着粮食跟便雅悯呢，他们就要回去迦南地了。他们又再来要粮食，然后回去了。约瑟呢，要给他们一个小小的 test， 给他们一个小小的测验。测验什么呢？他要看看呢，这些哥哥们他们心里面那个仇恨有没有悔改，他们还是不是带着仇恨在彼此对待？如果是，我约瑟呢要想办法来治他们；如果没有，那感谢神，他们的仇恨的问题呢已经解决了。因为约瑟在他的哥哥们身上经历到非常大的仇恨，他没有得罪他们，他没有做什么，
可是那哥哥们嫉妒他，就想要杀他，甚至把他卖掉了。所以约瑟要来做一个 test， 看看这些人怎么样。他做了什么事情呢？他把他们买粮食的银子又放回到每一个人的粮食袋里面去，同时还做一件事情。约瑟他有一个酒杯啊，这个埃及的宰相会用这个酒杯来占卜啊，来看来这发预言。他就命令一个人，他的家仆呢，把他的这个酒杯放到哪里去？对，放到哪里？便雅悯的袋子里面去。他当然知道便雅悯是谁，便雅悯是哪一个，他的袋子在哪里。可是这些哥根本都不知道，他就咣咣就这样走，就要准备回去了。然后呢，然后他就叫这个家仆去追他们，把这些人全部拦下来。他说：“嘿，我对你们这么好，你们怎么可以偷我主人的杯子呢？”他们说：“没有啊，我们怎么可能会偷你的杯子？莫名其妙。我们上次你放的钱，我们都拿回来给你了。我们偷你的杯子要做什么？”他说：“公要贼不好，来，我检查。”然后就检查，每一个人都把袋子打开来，就在谁的袋子里面发现了那个杯子呢？便雅悯的袋子里面。他们觉得，惨了！这个杯子如果在别人的袋子里面还好，绝对不能够发生在便雅悯的袋子里面。那约瑟的管家就说：“来，把这些人全部抓起来，抓回去。”那抓回去呢？便雅悯被抓到了以后呢，约瑟要看看这些哥哥们的反应是什么。在22年前，这些哥哥们呢卖了他，甚至想要杀他。看看这些哥哥们呢，现在他们改变了没有？改变到多少？便雅悯被他抓到了以后呢，他说：“啊，不是我没有拿杯子。”约瑟说呢：“废话不要多说，来。”他们就找到了这个，把他带进到这个城里面去。圣经怎么说这些哥哥们呢？这些人当约瑟被卖的时候，他们是完全没有感觉了，他们心非常的刚硬。现在呢，便雅悯被抓到，他们会怎么样？圣经说他们就做什么呢？他们就撕裂衣服，把衣服撕裂。这是以色列人一种非常愤怒、非常悲伤的一种反应。他们就把所有的食物呢放到驴子身上去，然后进城去了。这表示什么？表示这10个人他们的态度怎么样？他们不相信便雅悯会偷，谁都有一点点的可能。但是我这个老弟呢，这第12个弟弟呢，绝对不会做这个事情的。但是杯子为什么会掉到他的袋子里面去呢？他们不知道，他们在暗处，约瑟在明处，上帝也在明处。那他们就回去了。他们撕裂衣服表示什么？这些哥哥们的良心怎么样？有感觉了，对不对？他们知道悔改了。他们为便雅悯被抓到、被冤枉这件事情呢，他们有感觉了。而他们想到，如果弟弟被留下来，谁会非常的生气、非常的难过？老爸，那个在迦南地的雅各这个老爸呢，他们会非常的生气。所以圣经就说呢，他们就很难过，他们就跟约瑟讲：“我爸爸呢会白发苍苍、悲悲惨惨的下到阴间去。”他们非常的恐惧害怕，他们就陪着便雅悯一起回去。这个小小的细节都很重要。他们以前是看着约瑟被人家带走，他们心里面没有感觉，很刚硬，他们还在那边吃他们的麦当劳午餐，就看着约瑟被带走。现在呢，他们撕裂衣服，他们非常的惧怕，他们就陪着便雅悯一起回到城里面去。这表示什么呢？表示这些哥哥们他们开始悔改了，在他们的生命中有些事情改变了，他们不再是像22年前的那10个非常心里刚硬的哥哥们。好，这10个人被抓到约瑟的面前来，那约瑟呢就故意很生气。其实约瑟都在表演了，对不对？约瑟想要 test， 要测试一下这些人的良心，这些人的性格现在怎么样。他就故意生气，就大发脾气骂一场，然后呢就说把便雅悯抓起来，
把他来压起来当做奴隶，你们其他人都可以回去了，这个被逮到的这个人呢，把他留下来，我要把他关起来。这时候谁出面？这10个哥哥哪一个出来了？犹大出来了。犹大出来，他做什么事情呢？他说：22年前，我们出卖约瑟的那个过犯呢，上帝开始向我们追讨了。没有想到，经过22年，我们几乎都忘记了。上帝没有忘记我们所做的罪孽，上帝开始向我们追讨了。为什么杯子偏偏落在便雅悯的手中呢？为什么不掉在我的袋子里？为什么不掉在西缅的袋子里？西缅是被抓起来那个上次被压起来那个坏蛋，为什么不是他的袋子？为什么在便雅悯最不可以发生的地方发生了？为什么？除了上帝在追讨我们的罪以外呢，我们还能够怎么解释呢？我们还能够说什么呢？我们看到犹大的心里面，他的良心呢开始敏锐，他的良心开始，他愿意去承认罪恶。他过去他不会承认罪恶的，但他现在他愿意去承认罪恶。上帝在追讨我们的罪孽了，我们惨了，我们糟糕了。那这表示他开始有一个愿意悔改的心。但是他想到一个办法，他说：“我绝对不能让便雅悯被压在这里，我的爸爸会气死了。虽然我跟爸爸担保过，说我一定会把他带回来，但是呢，如果我不能把他带回去的话，我爸爸会非常伤心，非常的生气。怎么办呢？”创世纪就录了一大段，整个创世纪最长的一个 confession， 一个告白，犹大的告白。他就跟约瑟讲了非常长的一段话。整个创世纪把这段话记录下来。这段话里面只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则，就是他希望约瑟要抓你来抓我，不要把便雅悯留下来，要留我下来当奴隶当人质，千万求求你不要把便雅悯留下来。那33节呢，他就说呢，求你把仆人，我的翻译可能跟这个圣经翻译不太一样啊。求你把仆人留下来，代替，很重要的，他讲到代替这个孩子做你的奴隶，代替这个年轻人做我主的奴隶，让这年轻人和他的哥哥们一同回去吧，一同上去吧。我愿意当奴隶，求求你放掉便雅悯。千万不要把他留下来，这会让我们的老父亲非常非常的害怕，非常的痛苦。我愿意当奴隶，我愿意代替别人。所以你在犹大的身上看见什么呢？犹大的生命在改变了。当年是他出主意把约瑟卖掉的，是他说把约瑟卖到交给别人卖掉。现在他站出来说：“我愿意，要抓我吧。求求你把他放了吧，我愿意当人质，保住我父亲的性命。”新约圣经对这件事情有一个非常好的评论，虽然不是直接的讲。约翰一书第3章16节，约翰福音3章16节讲，神爱世人，甚至为他们赐下独生儿子，叫他们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上帝派了他的儿子来做奴隶，取代我们的性命被杀。约翰3章16节，约翰一书3章16节，很巧合，他说呢，基督为我们舍命，我们从此就知道何为爱。我们基督徒教会，我们也当为弟兄舍命。这是圣经里面第一次记载人去为别人舍命，人愿意把自己的生命交出来，被压、被抓起来、被当人质，取代另外一个无辜的人。要抓来抓我吧，要承担罪孽让我来承担吧，求你把他放了。
就圣经里面第一次出现这样的事情是在犹大的身上，之后我们又看到有别的例子，最后我们在新约看到耶稣基督也成为这样一个例子。如果要杀我吧，求天父把世人放了吧，我承担他们的罪孽，我可以当人质，我可以死在十字架上，我可以承担他们的罪，天父求你赦免他们吧，放了他们吧。耶稣基督他是犹大的家族，他继承了犹大这样一个非常伟大的代替人舍命的这样的心愿。耶稣超越犹大，犹大是为他的弟弟舍命，耶稣是为你我，为我们这些罪人舍命，死在十字架上。耶稣也成为奴隶。腓立比书告诉我们，神的儿子耶稣成了奴隶，取了奴仆的样式，死在十字架上，为了要使我们可以得到自由。这是基督教最高峰的地方，人愿意为别人舍命，不是因为我欠你，不是因为你多好，不是因为你多伟大，不是因为你比我有利用价值，都不是，是因为我爱你。因为我爱你，我愿意把我自己放在你的位置上，让你得到自由。我可以被抓起来，我可以失去自由，失去生命。所以约翰一书3章16节告诉我们，应当为朋友舍命。 We ought to， 我们当为朋友舍命。他说英文翻译是 ought to， 我们必须，我们应该，我们要这样做，而不是说你最好这样做啊，你尽可能的这样做吧。不是，圣经告诉我们，你必须 we ought to， 我们必须为朋友舍命，因为我们效法耶稣基督的精神。耶稣做了这样一个榜样，我们效法他，我们来为朋友舍命，代替别人去牺牲生命，在教会里面为别人多做一些事情，让别人可以得到好处，让别人可以舒服一点，我辛苦一点。为了别人，我愿意把我的钱拿出来分享给别人，不是因为他很好，不是因为他比我更是义人，不是因为他是牧师，不是因为他不是牧师，因为我效法耶稣基督的精神，我愿意去为朋友舍命。好，约瑟就做了这样一件事情。当约瑟做了这一件事情以后，不是约瑟，对不起，犹大就做了这样的事情。当犹大做了这一件事情，他说：“宰相，请你把便雅悯放了，要抓我吧，我一点都不反抗，你把我抓起来吧。”约瑟看见这一幕的时候，约瑟的反应是什么？45章第1节，约瑟的反应是什么呢？情不自禁就大哭起来。人世间最震撼人的事情，不是拿到诺贝尔奖，不是呢赚大钱，人世间最震撼人的事情就是爱。这是基督教最丰富最高的一个原则，爱。我为什么爱你呢？因为上帝爱我，所以我爱你。不是因为你是谁我愿意爱你，你一点都不配得我爱，你没有对我做任何好事情，我没有欠你，我什么跟你都没有关系，但是因为上帝爱我，所以我愿意爱你。这是真正的基督教。所以当约瑟看见犹大这一幕的时候，约瑟就没有办法再忍受了，他就大哭出来。犹大的爱把约瑟的那个自我防卫的机制呢，自我防卫的力量，整个把他冲破了。他再也没有办法忍受，他就大哭起来。约瑟的哭是来自于爱，而不是他被征服。约瑟他就上一次大哭，他就躲到房间里面去，哇，哭，然后出来的时候洗脸，毛巾擦一擦，像一副很没事的样子走出来。这一次怎么样呢？他叫所有人都离开吧，就让我的哥哥们、我的弟弟呢留下来。他在他们的面前没有办法忍受的大哭出来。他对他们说：“我是约瑟，我是约瑟。”所有人都怎么样呢？吓到了，可不可怜？那安呢？你是约瑟？慢慢，他们才回过神来。哦，对，他看起来是约瑟。对，22年不见了。他从一个17岁的小孩，
现在已经变到30几岁的大人，而他是宰相，他穿的那种富贵的样子，他哥哥们认不出来了。他想要跟他的哥哥们、弟弟呢，跟他们和好。在埃及的文化里面，他们不鼓励人哭泣的，你要哭，忍住，不准哭。尤其是你是宰相，你这么高的权位，你哭像什么样子？这让我们埃及人，我们埃及人文化是忍住、坚强，不要哭。但是呢，约瑟他再也不管埃及的文化是什么，他的心里面，他属于的是上帝跟亚伯拉罕立约的这个信仰群体。我是属于上帝跟亚伯拉罕立约的那一群人，我不是属于埃及人的。I don't care， 埃及的文化不准哭，我现在没办法，我需要放声大哭了。在约瑟的哭泣里面，我们看见呢，他渴望与这个家庭真实的和好。不是上帝给我饭吃，给我当宰相，我很荣华富贵，我就好好的享受啊！你们这些坏蛋，你们终于来到我面前，好，今天我要好好来修理你们。约瑟完全不是这种想法，他觉得我要跟这个破裂的家庭，这个有上帝跟他们立约，可是他们非常的贫穷可怜的这个家庭，我要使他们得到医治，我要跟他们和好。约瑟的心里面，他真正的身份认同不是埃及，而是以色列。以色列这个身份，这个 identity 才是他真正归属的对象。就像我们所有的基督徒在内都是一样，我们真正归属的对象，我们在地上有个身份，那是台湾人。但是呢，有一个身份超越那是台湾人，那个身份是我是基督徒，我是属上帝的。真正的身份认同不是地上的血缘，不是地上的族群，身份认同是我是属上帝的。将来有一天到天上的时候，没有再分你是台湾人还是中国人还是加拿大人，都没有再分这些东西。你是不是我的儿子用宝血赎回来的？如果是，你就是属于我的。所以约瑟他的身份认同是那个跟上帝立约的亚伯拉罕的信仰的群体，但是他渴望这个破碎的家庭，上帝想要祝福他们，他们没有办法领受祝福，他们糟透了，他们彼此他们坏透了。但是这些坏人呢，需要被上帝医治，被上帝拯救，而现在就是医治的时刻到了。这个信息呢，我希望也留在你的心里面，我们可以去祷告，在你我的生命当中，在这个教会里面，如果这个教会我们曾经在这里遇到一些我们不是很喜欢的事情，一些伤害的事情，在我们的家里面，在我们的公司，在我跟我的父母亲，跟我的父亲的家族，跟母亲的家族，他们有发生过什么样的伤害，彼此伤害亏欠的事情。我现在成为一个基督徒，我渴望上帝的医治可以临到这2个家族，可以临到我的家庭，我跟我的配偶，我跟我的孩子，所有的伤害，所有的痛苦，求上帝来医治。上帝可不可以做这件事情？可以吗？上帝可以做这件事情。上帝最厉害的事情是什么呢？ Creation， 创造。上帝的创造不是像我们把山里面的那些稀有金属拿出来，然后炼成一个晶片，然后装到电脑里面去。上帝的创造是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东西我创造出东西来。这个家庭或这个人的生命当中充满了破碎，充满了伤害，充满了那些 severe 那些严厉的经验、痛苦的经验。上帝要来医治我们，上帝要来拯救我们，带领我们走过这个伤害。所以约瑟对他们兄弟们说什么呢？靠近一点。他说完我是约瑟以后，他就跟他们说靠近一点 ，Come on， 过来一点。我想要拥抱你们，我想要认你们，我是约瑟。他没有说我是宰相，我是你们的弟弟，被22年前被你们出卖的那个人，现在站在这里。为什么站在这里？因为上帝大能的手使我站在这里。上帝要叫我站在这里做什么？要使你们得到拯救，不是只让我有饭吃，我很光荣啊！我那个17岁的梦了得到实现了。So what？ 我的家庭
跟我是破裂的，我不能够跟我的家人在一起。我在世界上有这么高的成就，我的心里面还是有一个非常悲伤、非常遗憾的地方。上帝在我们当中，在你们的罪恶里面，上帝使用你们的罪恶，把我们带向上帝的恩典去。所以他说呢，现在不要因为把我卖到这里而忧伤，不要再忧伤了，过去了，打开眼睛看上帝在做什么。你们不要对自己生气，刚才犹大在生气，然后他们所有人都在生气，怎么办？便雅悯被抓到，他们在那里生气。约瑟告诉他们不要再生气了。接下来这句话他说，因为上帝差我在你们以先来，为要保全生命。这句话他讲了3次，上帝差我，不是你们害我。表面上你们害我没错，但是呢，你看不见在你们的后面那一只大的手。上帝差我在你们以前来，为要使你们在世上存留余种，大施拯救。原来你们这些坏人，你们想要害我这件事情呢，在上帝的手中被上帝使用。上帝借着你们要害我，把我差到这个地方来，要保全你们的生命。第3次他又说呢，上帝这样看来呢，是上帝差我到这里来，不是你们拎波摘雕让我当宰相，拎波摘雕让我呢到埃及来遇到这些事情，你们一点办法都没有，你们只知道害人，你们不能够做任何事情。但是呢，还好你们不能做任何事情，你们只能做那一些坏事。上帝是上帝，不是你们把我差到这里来。这是整个创世纪达到最高峰的地方，上帝的主权，上帝的设立。但是我不记得设立台语怎讲，念力，念力。上帝的设立，上帝的全权的护理，远远的超越你们那些邪恶的思想，你们那些害人的作为。你们没有害到我，因为上帝的大能保护了我。哇，我觉得这些人听了以后要怎么样？非常的羞愧。上帝啊，你是何等奇妙的上帝！所以整个创世纪到这个地方呢，44章、45章的时候，是达到一个非常大的高峰。上帝差我到这里来，不是你们。约瑟看懂了22年前的那个梦，不是他17岁的时候想象，你要当你这个父母亲要来拜你啊，哥哥来拜你，他以为是怎么样？不是那样子。他看懂了上帝的旨意，你们把我带进到一个罪恶的迷宫里面，我在这个罪恶的迷宫呢走不出来。我一下到这个地方，一下到那个地方，一下被这个人忘了，一下被那个人害了，我不知道我在哪里，我不知道怎么办。你们当然更不知道。上帝知道，上帝没有在迷宫里面，我在迷宫里，你在迷宫里面。上帝没有在迷宫里面，上帝从上面看下来，他会告诉我，左边那个通道，在右边，在前面，你会走出去的。上帝没有迷路，我迷路了，你们迷路了，上帝没有迷路。上帝大能的手，那个两力的那个大能的手，引导我来到了埃及。没有任何人有办法使我成为埃及的宰相，只有上帝。所以呢，是为了什么？为什么让我经历到这些呢？因为上帝的慈悲和怜悯，上帝要使你们得到拯救，使我们整个家族得到拯救。在我们的生命当中，有非常多看起来非常荒谬的事情，我们可以在那些荒谬的事情，我们可以成为一个虚无主义者。这世界上没有神，世界上宗教都是人的心灵的鸦片，都是骗人的东西。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的善良，我们可以成为一个虚无主义者，我们可以成为一个无神论者，我们可以成为一个 cynical， 非常的愤世嫉俗者，讲话就搞人敲你有没有遇到这种人？讲话很喜欢敲别人，对不对？讲话就是充满了那种刺，充满了那种毒刺，让人家很不舒服。我们不会成为那样子的人。
是因为我们跟约瑟一样有信仰，我们看见上帝的手，那只看不见的手，在我们的生命当中，在这一大团的混乱里面，上帝的手超越了我们，上帝正在想办法把我们从那个迷宫当中把我们带出来。上帝从来没有停止工作，耶稣告诉我们，我父做工直到如今，我也在做工。上帝没有休息，不断24×7，不断的在我们生命当中工作，要把我们带到恩典的结果。我们所要做的只有一件事情，如果你还没有信耶稣呢，我要呼召你来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。你只有一件事情要做，就是相信上帝跟顺服上帝，好不好？你不能做任何事情改变你的命运，你只有一件事，相信上帝，顺服上帝。上帝，无论我在哪里，无论我现在处境多糟糕，我的孩子多糟糕，我的爸爸妈妈多糟糕，我的配偶多糟糕，我的健康多糟糕，无论什么问题发生，上帝，我知道你的手在我的身上，你会把我带到你要带我去的地方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亲爱的天父，你让我们在读约瑟的故事，让我们看见你如何在他生命中做事，求你也一样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做事。我们今天下午在这里，如果我们当中有人是刚刚开始接触耶稣基督，主啊，求你也开我们的心，使我们可以接受耶稣做我们的救主，迎接你在我们生命中来引导我们、保护我们、带领我们走人生的道路。求你赐我们信心，祷告奉耶稣的名，阿们。